那些漂亮的屁股啊，那些漂亮的美臀，啪小裤子一脱，秀美的两个白屁股露出来的同时，底下那个公厕底下全部都是沾着红色月经的那种卫生纸卷用过的，铺满一厕所，然后蛆啊各种白色的蠕虫啊，就马上就要往鞋上爬了。解放鞋上旁边正在这样努力的在运动，然后他还得躲一下脚，然后屁股上还得这样，雪白的屁股还得用手。雪白的玉手去先扇一扇，扇什么？说扇臭味吗？不是，那臭味太多了，扇不过来了，已经扇的什么？扇的是绿头苍蝇，我操，跟探照灯一样，那大绿头苍蝇，那大红眼睛的，他往屁股上，往秀美的白屁股上盯。你要把这些细节都他妈拍进去，做一期节目。王洪文是个傻逼，看我的嘴型啊，王洪文是个大傻逼。哎，我没有冤枉他，他这个纯的。把毛泽东气够呛，我操，那是个蠢货，我操！到了北京，上海吧，长得帅又当过兵啊，毛泽东需要这么一个傻白甜啊，好指挥呀啊，做傀儡听话，把他揪着头发给他拽上来啊，跟陈永贵他们都是一个路子啊，老百姓出身啊，毛泽东就给他拽到他妈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，为什么？就是要让他咬那些。封疆大吏和建国功臣啊，所以他才有那一天，王洪文、毛泽东让他学英语啊，让他学政治、学语文，因为他文化不够嘛。哎，他在那儿学不进去。他爱喝茅台，哎，他在上海喝不着茅台，到了中南海，他有他妈铁杆茅台、真茅台了，我去，他就喝茅台。喝完茅台之后呢，喜欢打猎啊，带着他妈的中央警卫局的这个。吉普带着小口径步枪就上北山里打猎去，打兔子去，打完了之后回来他妈炖野味钓鱼，哎，他整天玩你看他妈整天玩王洪文倒有一点好，王洪文不好色啊，王洪文倒不玩女人，因为王洪文对他老婆特别好，但是他就像个没长大的男孩一样啊，整天做camping户外运动。把老毛气得够呛，老毛希望他有那个时间学一学政治，老毛给他定了一个书单，让他把这个书单啊都念一念。啊，知道老毛给你定的书单基本上都是文言文，繁体字为主。王洪文他妈的大字不是一箩筐的主，他哪儿读得过进去呀？你让他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你杀了他吧，他就干这个。然后接待外宾在人民大会堂啊，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外宾，喝茅台嘛。我跟你说，王洪文折罗，操！这事很快就传到中南海里去了，把老毛给羞臊的呀！知道什么叫折罗吗？啊，北方话，这叫北方话啊！山河四省都知道什么叫折罗。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国宴折罗，这他妈是啥鸡巴事儿啊！我操，这没喝完的茅台酒，人民大会堂管理处的茅台酒，王洪文给人把瓶盖扭回去带回去。你想，他是一个接班接天下的状态吗？啊，你们家未来，比如说毛泽东把你当成他妈政治局常委，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培养，你把那个没喝完的茅台顺回去啊，你这不就是他妈的，你这不就是等于是来北京蹭来了吗？你根本就没有主人翁意识啊！你没把这儿当成你的呀！你他妈是等于说句不好听，王洪文的行为跟如今纽约法拉盛、洛杉矶丁胖子广场、温哥华的那个 Foodbank 啊，就是那个发免费救济食品的那个救世军，那个发免费面包、免费苹果那个摊子上面排队的那些老头老太太，穿着他妈的穿金戴银，然后开着奔驰宝马过来。蹭那一袋苹果的免费苹果、免费香肠的那些老头老太太，心态是完全一样的，他们是完全一样的人。你这种人，你说他是好人吗？啥鸡巴人呢？我操！对，他是光盘行动发起人。哎呦，他觉得这菜好吃，给打包折现吧。然后那个茅台酒没喝完，不能浪费啊！哎呀，酒是粮食精啊！然后怎么带回去折现吧，送到我宿舍去。他是这么玩的，他这他妈的对，他是去富裕亲戚家蹭东西。我估计王洪文这个宿舍最后他被抓的急啊，抄他家的时候，抄他宿舍的时候没有公告。我告诉你，抄他宿舍里边肯定有好多茅台酒，半瓶了。
就这么个货啊，就这么货。哎呦，你们他妈的说王洪文是好人，我操！我就说你妈逼，清风不识字啊，何故乱翻书啊？你们他妈既然没有这些知识，乱那儿解说个鸡巴毛啊！我操，一点文化都没有的人在那儿乱解说，我靠！好了，人才啊，伤害你啊，伤害！阿拉伤害你啊！你说是不是上海？上海人不对，这不是这省嘛？这上海人会过嘛？好了，粉丝求助，老王您好，我是您在澳洲的忠实粉丝，我儿子今年8岁，从小各种小毛小病很难带，读书后老师觉得他和别的学生不太一样，学什么都困难，认知有点弱。今年确诊了 ADHD 啊，这因为澳洲、加拿大老师、美国老师都很 professional 的啊，他们说不正常，你赶紧去测，不能讳疾忌医啊，吃药也没什么好转，这玩意儿吃药好不了的啊，我很担心。你推荐过眉山啊、我也加了。祖师爷说他魂儿丢了，时间已久，需要本人去才能解决啊、那很难啊，那他很难。8年了，丢魂儿的话，8年他找不着了。但我们实在不方便过去，再加上家人也不信啊，我也没办法一个人带他去。后来又听你介绍一位灭霸阴阳师，不知道能否麻烦你帮我转发给他，感激不尽啊。没用啊，第一他也不会帮你。第二呢，就是 ADHD 是治不好的啊，你得认啊。你就像，那位教友的老婆得了胰腺癌晚期，然后那位教友的大姨得了他妈白血病，你们得认啊。ADHD 它就是一种病啊。刚才澳洲教友那个小表妹得了精神病，你得认啊，这个就是命啊，这个就是命数啊，你的福报未满呀。所以你生个儿子他就 ADHD，你只能坦然面对啊。你想你很简单，你再生一个，ADHD 的概率并不高啊，就是再生一个很可能就是一个非常聪明优秀的宝宝啊，你就是没办法了，你只能这样了。你要说能又逗我啊，又逗我，这个丢了或者丢8年，要是说能找回来，我估计失败的概率很大，手术失败的概率很大。吃药不是说治病，而是在需要专注的时候集中注意力，那有可能吧？反正就是治是肯定治不好的，我没见哪个 ADHD 孩子治好，周围有很多啊，就是尽量的让他跟上。这个我估计澳洲跟加拿大一样，ADHD 的小朋友并不会在学校受排挤啊，相反，教育系统会给他专门配老师和辅助学习啊，所以你就让他跟上大溜就行了啊。对呀，王洪文吃喝拿端舔盘子打包国宴，老王在家只能吃有虫子的大米，可不，那你说的一点不假，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啊。王叔那个芳华解说被下架下的好啊，那个鸡巴玩意儿就是一派胡言，那个东西啊，瞎鸡巴解啊，就是颅内高潮在编文革时代，其实狗鸡巴，冯小刚就是个鸡巴，冯小刚这个冯鸡巴就瞎鸡巴，把他鸡巴的日不到的姑娘都他妈的搞到芳华剧组日去了。冯小刚，你别鸡巴给我装，你肯定是的，那几个小年轻，我操！然后他妈的拍那个鸡巴唯美梦幻，我操！你这个狗操的，你就应该把他们当兵路上挤绿皮火车上不了厕所，然后那个人挤人上不去下不来，那个臭烘烘的味儿都拍到电影里。上厕所的时候，那些漂亮的屁股啊，那些漂亮的美臀，啪小裤子一脱。秀美的2个白屁股露出来的同时，底下那个公厕底下全部都是沾着红色月经的那种卫生纸卷用过的，铺满一厕所，然后蛆啊各种白色的蠕虫啊，就马上就要往鞋上爬了。解放鞋上旁边正在这样努力的在运动，然后他还得躲一下脚，然后屁股上还得这样，雪白的屁股还得用手。雪白的玉手去先扇一扇，扇什么？说扇臭味吗？不是，那臭味太多了，扇不过来了，已经扇的什么？扇的是绿头苍蝇，我操，跟探照灯一样，那大绿头苍蝇，那大红眼睛的，他往屁股上，往秀美的白屁股上盯。你要把这些细节都他妈拍进去，你才是一个真实的文革，你知道吗？冯小刚那个狗操的，
你他妈拍了这么个芳华，就是他妈全他妈是苦难，你丫全他妈修饰掉了，我操！你他妈坏的很，我操！搞得90后、00后小孩还以为芳华那个时代，除了中国人穷点中国人穿不起那个穿金戴银的，只能穿解放军的那个解放服，一切都 OK 啊！家里边也有抽水马桶，也有他妈的超市买米买面，我操你大爷！也有高铁，也有飞机，狗鸡巴！我操！我刚才说的那几个镜头才他妈是真实的。所有的公厕、所有的部队、所有的学校的公厕都是我刚才说那个，一直到1990年都是那样。我那个蹲下的时候，你的脚要动一动啊！我操，真的是咵咵咵就来了，跟蚯蚓一样！我操，白的，中间还有个小腰带。我操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区分2种，一种大个的，一种小个的。小个的是那个麻头苍蝇，大个的是绿头苍蝇。所有的区都有一个小腰带。老王，你怎么看那么？我大便的时候没事干呀！我操，我他妈一低头一堆呀！我操，我肯定我的同龄人都是区的爱好，不是区的这个观察者呀！你他妈这是真的，我他妈不骗你们！你丫听他拍芳华，你要把这些镜头剪一个进去，狗操的！要不然这些小男孩小女孩不知道什么叫文革。不知道什么叫经济濒临崩溃，还他妈以为挺好啊！我靠，操！